王姐来讲上海话好吧？对呀。我是78年出生的。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呢，从小都是说上海话长大的，因为家里的环境那个时候也是说上海话。那你怎么觉得他上海话是母语呢？你就看他点钱的时候，1、2、3、4，还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流露出来，就是说这是他的母语，在用他的母语来思考。但现在我觉得到了女儿这一辈呢，就反过来，之前是不太喜欢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比较抵触的。他不愿意说上海话，他觉得上海话一方面说起来比较难，一方面他觉得我说普通话挺好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说呢？另外有一个朋友他说过一句话，就说如果没有乡音，也就没有了乡愁。子子虎，把来虎，碰碰香啊，子子虎，把来虎。这个都慢慢的流失的话，其实是蛮可惜。所以呢，我也想通过我自己写一些歌啊，能够让小朋友能够感兴趣啊，能够尽一点小小的绵薄之力。第一首给他写的是一首摇篮曲，那个时候他刚刚出生，叫做瓜女香喷。瓜女就是上海话里面就是乖宝宝的意思，香喷喷就是挺香的香喷。一般哄他睡觉，哼了几遍呢，他就睡着了。瓜女不要兴奋，吃饱那就困，眼睛不要白瞪白瞪，好少帮我困。今年18岁，外头侪是灰，马路浪向人交交关，还是屋里在。侬是瓜小孩，吃那转来塞，困觉不要张夜舞台，眼睛闭起来，把拉爱些位。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我觉得陆陆续续还会写一些歌，有一些歌是有一些功能性的，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能够也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之前写过一首歌叫做米毛衫，就冬天穿的那个棉毛衫，北方叫秋衣，然后下面叫米毛裤，就秋裤。要提醒小朋友，米毛衫要缩到米毛裤里，就是棉毛衫要束在棉毛裤里面，这样的话肚脐眼就不会出来乘风凉，就是出来着凉了。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乘好风凉就搭酱，就是他就搭酱，搭酱就是麻烦了，糟糕了，就是你如果小肚脐眼出来着凉了就讨厌了，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喷嚏打得砰砰响，就会喷嚏打了砰砰响，就容易打喷嚏，被涕流成黄浦江，就是鼻涕流成黄浦江，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。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，哈哈哈哈笑。棉毛衫要缩了棉毛裤里向，否则肚皮眼就要出来乘风凉。用线衫最好也缩了裤子里向，否则肚皮眼照样出来乘风凉。乘好风凉难搭酱，喷嚏打了砰砰响。乘好风凉难搭酱，白天流成黄浦江。一般我写完都会唱给他听，他会愿意跟我一起唱唱哼哼啊什么也会有。那这样的话就达到我原来创作的一些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孩子的一些兴趣，他能够愿意唱啊哼啊，他就多一些说话沟通的一些机会。我是从初中进高中的时候开始学弹吉他的，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滚石签过约，就出了唱片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想的倒也不是说一定会怎样成名啊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形象各方面也不见得像一个偶像什么的那么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历。用上海话写童谣还没有其他的人在做这件事情，包括我写了很多这样的歌了以后，很多的家长什么也会说，哎，你这样很棒，然后我的小孩听了这样的歌，他很愿意学上海话。
很多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。我写的童谣也是伴随着我女儿慢慢的长大，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。如果她有一天长到可能青春期了什么，她会说爸你不要写这样的歌好无聊的或什么的，那我也许就停了。但是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，也许到了她结婚嫁人啦，她自己也有宝宝啦，那个时候她也许会觉得这些歌还是不错的，觉得爸爸还是蛮爱我的。不怪好人还是坏人，阿拉侪是上海人，阿拉欢喜讲上海话，阿拉出去对些人，阿拉欢喜讲上海话，阿拉出去对些人。